在上台前一刻，我告诉自己，音乐是我最热爱的事。这次回到我的故乡台中开唱，你们会来吗？别再烦，别再乱，上一段是我友情客串，借来的美梦，我现在都归还。望你知影，阮心意，愿将魂魄交予你。无论啥年也无知，受尽风霜也忍耐，心爱的心爱的，你若有了解，请你着忍耐。2023李子森森声呼唤个人巡回演唱会最终场，7月8日、9日 Lexi 台中音乐展演空间，购票系统 Ticket Plus 全台 7-Eleven、iPhone 便利生活站现正热卖中。我是李子森，我们台中见。